嚟咧就係仰望車隊，全部車上面掛晒國旗，仰望車隊嘅天氣。好，深中通道现在出来了，兄弟们，深中通道出来了。前方显示中山还有15公里。15公里啊！中山前方深中通道、深中大桥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深中大桥啊，就在这里。雙向8車道啊！非常之闊落啊！直升機嚟嘛，各位，直升機都來了。我哋中國嘅 U8 仰望車隊啊，深中通道。今日好高興，我哋深中通道終於開通啦！行駛喺我哋深中通道嘅大橋上面，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之自豪。咁啊，我哋深中通道最矚目嘅車隊就係我哋嘅 U8 仰望車隊啦，相當優秀啊！今日佢哋搶晒眼球，行駛喺我哋嘅深中通道上。咁當然啦，亦都嚟自5湖4海嘅車輛喺呢度行駛緊嘅，包括香港嘅車牌啦、澳門嘅車牌，包括我哋江門嘅車牌，亦都有其他地方嘅車牌啊。雙向8車道，雙向8車道相當之闊落啊，兄弟們。呢個大橋相當震撼啊！深中通道正從前開得。中山城區珠海江門方向啊，深中通道即將落橋，呢邊呢就係中山啦。中山呢邊嘅樓呢都係1萬蚊、2萬蚊嘅啫，深圳係講緊700萬、10萬蚊。前面的這台呢，就是這次仰望車隊他們的拍攝車，攝影車，呢台攝影車啊，相信係今次仰望車隊安排嘅攝影車，相當之專業啊！專業的設備，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，兄弟們。相當優秀啊！這是我們的比亞迪 U9，相當帥啊！這台車，中國製造。這個是仰望車隊的1號車啊，相當於指揮車，兄弟們，指揮車在這裡啊，深圳仰望俱樂部，太牛了，牛
祝深中通道全線貫通，慶祝深中通道全線貫通啊！非常之暢順啊，深中通道。我感覺上咧就好快會落高速噶啦，一路暢順暢通啊！而家翻城東、廣州、珠海、澳門方向3公里落高速，睇到未？接駁港澳高速。一下子就拉近咗深圳同埋中山嘅距離啦。喺未來嘅日子入邊，中山嘅房價會唔會比深圳嘅房價拉高，定係深圳嘅房價會比中山嘅房價拉低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啊！呢幾年講得沸沸揚揚嘅深中通道概念終於通車，今日大叔行駛喺深中通道嘅路上，心情無比激動，見到我哋中國嘅國旗喺仰望車隊嘅車尾嗰度飄揚，特別激動，真係非常之佩服我哋中國嘅基建能力同埋速度。7年時間用500億啊，打造咗呢個深中通道出嚟，拉近咗深圳同埋我哋珠三角大灣區嘅一個距離，非常之震撼，非常之震撼。喺深中通道上面顯示咧，我哋江門咧仲有50公里，中山城區就有3公里，州、珠海、澳門方向啦，睇到未？清晰明了。OK， 究竟我應該去邊度咧？拭目以待啦，各位，努力向前，繼續。